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宇群阿群妹，好阿群妹第二篇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假使讲大家听到台中董事长的所在，会想到乜个事情哦？1、2、3，係唔係大家就同阿群妹用上到說的新典版啦？不過今日要同大家分享的就是，其實台中董事哦，唔但唱有新典版節，一下還有考生顯示文化節。大家有聽過考生顯示冇？當然可能就會想到過，至聖先師我有聽過，不過啥哈冇聽過呀考生顯示。不過今日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2018的考生顯示文化節哦，先來看一睇影片。慢槍槍路漫漫心爽爽，慢慢行天天了悠悠上，雲淡淡風強強煙飄飄，來到台中東市演講太不強，行過太隔河，轉來石崗鄉，我木卡我故鄉，江江山上客家莊。好，謝謝大家來分享今日節目度有請到的來賓來分享台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局的主委來分享劉芬基劉主委分享。阿群妹，各位好朋友，大家好。好，分享主委又來到呢福起來咧，來到客家電視同大家來分享今年2018年台中考生顯示文化節。對，不過大家可能會知道，對呀，考生顯示以前冇乜個按了解呢，大家就談過孔子自身顯示，不過考生顯示，像我哋要做功課，我哋係魯班啦，不過算來呀，魯班考生顯示同董事嘅關係係樣辦，做乜嘅 TPVD 啊，董事班呀，考生顯示文化節。像阿群妹講嘅冇唔錯。哦。其實呢，孔子和魯班公啊，吼，總要差唔多科學時代，春秋時代嘅人，兩個差不多差30-40年。哦。魯班公他最着重的就是木藝的木工木藝業哈，他的巧手非常棒，所以後來就變成巧聖先師。那麼和東西就冇個關係呢。那追溯到他做秦朝時代。東西啦，太極山啦，吼，八仙山林場啦，他做那種有林場，錯林，對，動態的一個場所。秦朝時代呢，嗰時就有一個軍工匠，行客家先民呢，都來到人東西客家莊。來到東西客家莊呢，大概總係有修女哦，要做木匠嘅修女。來到呢，就係太極山，來作書，來製材，過來呢，來焗糯油。焗糯油，所以就形成呢整個一個醬寮文化，然後醬寮文化。醬寮是木匠的工匠的匠，對，醬寮文化。那麼呢，你就第二個太極間就做下一來做空關係，所以嗰時呢，對台灣來講吼，送來當做在一個地區裡面一個蔬菜，有很多的那個木匠，哦，那個人講軍工槍手呢。一來，共同來做那個作書啦、製材啊那個些，真嘅，就形成一個很獨特的一個文化。對，就相當個朝聖先師都和你有關係啊。所以佢240萬年前呢，就有一次呢，東西石港嘅那個客人啊，吼，就過去台中呢，請靈旗將來，請靈旗將來，就來侍奉那個魯班公。哇！冇樣，他這個我出錢了，起個廟。這個馬英講嘅東西嘅考生顯示就係亞哈廟。哇！亞哈嘅廟，古從人家講，已經有240年。按久嘅時間，就係因為頭擺啲東勢林場嘅大輩有按用嘅林業。
跟相关的产业，古说哇，太家就底下工艺啊，就还爱风师呀，这个考生显示我们的鲁班宫，对不对？哦，古说啲董事呀这素材，太家对呀考生显示嘅当年嘅基点，做得讲係太家就会参加嘅太事情係。我咧全國性嚟咯。哦，呀，下邊全國性呢？全國性呢？哦，從台灣吼，有33間嘅。那個侍奉主神在魯班宮的廟，哦，有33間。那麼對應東西呢，分享出去的咧有24間。哇！甚至呢，分享到越南嘛有啊。暗夜的素材都有。所以當年呢，到魯班宮的那個聖誕吼，3月嘅時呢，5月初7，中華部將來的祖廟。哇！古說當年出去按呢，當年都按呢。啊，當然啦，按判了後，按就提早來判。如果做生意是提早咩？我先準備一下。按發動蠻多，時間蠻來一場。判到鬧年，所以你係全國性的。哇！朱偉，做得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冇？因為你係菜地嘅董事人，你寒暑時節都太去假使講讀到要個時間，魯班宮佢3日嘅時間。董事也就素材鬧熱的長途太可以形容嘅。哦，非常嘅鬧熱，如果鬧熱視察吼，各宮各個廟吼，總下部將來，將來都祭拜嘛，動愛天人全部來，總下部將來。另外呢，都要展示魯班宮嘅，佢所講咧，合作那個木槍，內需師傅，佢合作用嘅家伙頭。總下部拿出來無電啦，全部就展示本太家睇，啊，當然呢，過來呢，呢幾年韓國個發電到咧，睇時間咧，就來釋服，因為鬧熱視察，係啊，唔過像按樣嘅考生顯示嘅文化節，變做一隻像係一隻太發通、太經典，韓國希望大家來參加按樣嘅發通，係呀，按當年來張開始拍呢，係冇？你個係西藏吼，台中西藏林家良啊，佢當強。佢3年前呢，佢想講，來到東西，參加考生顯示嘅發通呢，佢都當場就宣布，呢開始來拍。台中嘅考生顯示嘅文化節，哇！宣布了後呢，對前年開始判啦。1805年、06，今年07，今年判第3年。第3年。那麼第1年判了後呢，因為兩行客家莊嘅關係非常嘅密切，個判到全國性嘅呢，所以應該是呢，台中市政府及委員都向中央及委員來申請，確實在連日客家莊嘅新義態節慶，因為東西本來都有嘞咩，都有那個新店辦節，佢已經連日起嚟，你們過來申請咧，所以呢，你們連續2年呢。總下係呢考生顯示嘅文化節嘅，總下連日客家莊嘅新義態節慶，要真係太不得了嘅，240年嘅廟到日下，韓國韓本嘅按度分秒出去有冇？古說第5月20國曆嘅5月20開始就開始有發通了，開始了。比如講，像有當到木藝大師啊，有當到熬人啊，係按樣講喎，熬人就係專家當中嘅專家。你係講師傅級嚟啦。師傅級嘅大師，關於都講咧木藝達人。木藝達人，嘿，佢阿哋有咩有呀？現場嘅創作，韓國作品嘅展覽。有，乜些遊客來鄉親來嗬，乜些到邊上咧，聽見木藝大師咧嗬，乜些做藝術 DIY。真係做得出來，很難嘅感覺。簡單嘅時代係。其實哦，我們要看的就是來看咧現場看，你啲大師級啊嗬。佢現場用上去創作，哇！用上行一片樹頭，能夠變成他想要的。比如說我這幾年去看咧，有一位大師，他也刻了一尊魯班公的木雕像，栩栩如生啊！色彩看起來吼，像你仿佛就看到魯班公安尼。另外呢，還有一個刻一個客家石頭，你咪當獎款啦。哇！另外還就做乜噶？他做了米羅啦，那個生髮用啊，用竹來編咧，那個木藝大師佢就買嚟到現場，因為都編那個竹有個呢，叫佢做乜噶？菜樹、山樹。
哇，这是老古董级的东西呢。就是因讲啊，合作陆班工吼，嘅收益呢是对咱嚟开始。真嘅。你买来做那个发扬，过来做那个创新。唔错，我想头摆也得梳头嘅工艺品，头摆可能咩工艺品就係生活用品。生活用品大家就聽錯愛用啊，大家嗰陣時可能有點忽略了，不過其實也有東西真係大家需要嘅。所以嚟合作吼，你講啊，200萬塊錢其實都嗰是韓式的裝修嘅時候，個東西啊，很上上去啊，所以講那個木藝業非常的興盛，非常發達。對，因為需求當多啊。木以後呢，兩萬都政府都規定都是的裝修了咩？整個木藝業就慢慢的衰退。對，慢慢衰退呢，那時候也沒有很用心的去把它保留。做人講啊，修拓多啊，不如啊學了一技之長。所以市場都看到安尼情形，怎麼講？我冇因為判那個無法治。主要呢，就要來充實，因為陸班工啊，一個精神，來提高呢，因為那個技職的教育。對，就算也下可能冇辦法讀書啊，不過還係做得加油呀，考生現實嘅文化節來了解到頭擺啲台中董事也就所在，林業當發談，嘅所謂嘅工藝當發談，故所希望大家也一步嘅做得來到啲董事來參加2018年嘅台中董事嘅考生現實文化節，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來哦。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我要同大家來分享台中董事嘅活動。唔係新燈辦節咯，有段時間冇新燈辦好說咯。也下我要同大家來紹介係2018台中考生現實嘅文化節。家下有講到吼，除咗有講到也做數位工藝嘅大使，啲現場會有展覽，韓國現場會有創作以外，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活動，阿權妹我咪知道當貼片咯。其實很多銘刻大會師堂名嘅就會講，有葫蘆絲，沒有客家絲，按用這樣子舞龍舞獅的表演，舞獅的表演啦。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做乜嘅愛貼片來本葫蘆絲，韓國有愛貼片來本客家絲，所以有乜嘅冇共用咯？一般大部分看到嘅吼，總係係舞獅嘅時候看到那個閩南絲吼。一般人看到嘅係閩南絲，其實呢，台灣絲都有講到葫蘆絲和客家絲。既然佢用客家裝，就和那個橋聖先師結合。所以呢，佢行合作，佢東西實強嘅，一客家絲啊，實傳嘅哦，實傳一個拿出來。所以呢，佢就透過一個菜體嘅一個協會。去年才成立嚟，台中市客家民俗發展協會，由那個會方嘅理事長帶頭，來請來會方嘅總幹事啊，佢來教用來做客家絲嘅絲頭。哇，古時呀客家絲頭擺啲台中董事有人啲嘅做，因為呀這個數位工藝，嗰種時啲台中董事非常非常嘅發達。韓國實傳的60年，也還有開始驗證來了。按拄好，那個協會嘅總幹事啊，因為那客家委員會嘅委員吼，佢咧對加工佢細年就開始學，唔曉做，唔曉弄，加工學，即係好多加把廠落過嚟，我叫冇廠咧，佢哋咪要細絲將來即個故鄉啊，佢上嚟，那個收益咧一定要搶落去。哇！所以佢就招新人意向外界吼。差不多分冇幾年嘅時間，一筆一項，慢慢刻，慢慢雕，慢慢做，全部手工做出來。做下手工做起來，佢哋慢慢去請材料。你把材料你冇好請。係啊。慢慢去請啦，台中啦、彰化啦、苗栗啦，慢慢去請，每請到材料將來都搞太一家。所以我嚟講咧，客貼片嚟咧，人家講葫蘆絲、客家絲，你有冇看過？你講客家絲當然開口絲啊。真係大塊嘅。開口絲。其實呢，呢個絲吼，對於客人來講，就等於講有呢個新民啊，吼，有呢個力量，有新民嘅力量。你講啊，
趋吉避凶啊。我唔错。对，就是讲啊，原来又走到卡卡斯，又看到卡卡斯呢，你就会什么？保护的感觉。太吉太利，啊，就保安平安，保安身体康健，哎呀呢。啊，那个展览呢，它有一个看头呢，有两个好看的来看头。哦。之前我听讲啊，就是因七家东西的乡亲，协会的会员，哦，那个是超过60年的寿年呢，大概呢一收就收落去装去了，啊，他就来看啊，大家石头的表情，总啊无看看。哇，做到按钮嘿，按钮无看看，啊，当初总啊两公家看我做，哦，啊，今做好了后呢，他们会发表感言啦，啊，就写哦，俺两公家啦，俺下一个人做石头，做到就想哦，俺尴尬呢吼，哎，那个。公家感情呢，就行个进步，行个好，啊就讲哦，俺你在感觉讲哦，客家文化实在有好，哦，啊做来石头。另外一个闽南诗啊，你就嘛当多啊太师傅落去做出来了电缆嘅，哦啊，地方可能呢，含那个客家诗草有5、6、7篇，啊边上呢含有那个弄石啊，也有一些家伙头啊，一些兵器的展览都还有，哇，所以往往最近呢，哇，每天都。当当年当到游客，当到乡亲，做啊这一靠。真嘅，要东南嘅机会，做得看到暗道嘅客家诗。老师傅带学生，对，好利用上课的时间呢，哎，这个课外教学，哇，这个很棒，哦，啊，我听到讲呢，你们协会啊，那个客家诗石头礼拜按成功，比如嘛推广到小学生，哦，小学生不了解客家诗。啊，它的魅力在哪里？它的文化在哪里？哇！啊，过来呢，安英雄的制作，甚至呢，阿来教，嘿，阿来教，阿就买来教，安用来弄石。哦，真给我拍手，都精彩。这是文化传承啊，对，创新。老年的素材还唔单枪按来听听哈，哎，还有这个绕境祈福，绕境祈福就会做在地董事要在素材啊，嗡了了的呀，这个绕境的时间还蛮个时间。要紧的时间是那个礼拜6，嘿，要礼拜6哦。分两街道，嘿，好，第一街道呢是那个宫庙啊，宫庙哦，20-30间，嘿，哦，分享出去的宫庙呢，总啊将来，他就甲乡下来飞，哦，啊，对了飞呢，当然对因的祖庙开始出发，祖庙开始，啊，填去那个丰西路的那台山县，台山县呢，过太家河。到石港，那到石港呢，这个万一去呢，过长江桥，哇，长江桥你去到因东西的石围墙，石围墙过接到台山县，过对那个东西的四期的方向，东燕呢，安尼飞呢，啊飞到原来那个祖庙嗰啲，那是差不多1点呢，啊飞到2点半，啊那个有个特色呢，当然咧飞那个。除了国公庙的神轎啦，仲有冇出来以外呢，还有呢，因讲啊，鲁班公呢，因讲那个木匠啦，木匠师傅，内需师傅，平常时做些用啊家伙头啊，仲有冇出来？哦，乡下来绕境，对，乡下来绕境啊，比如讲那个墨斗啦、锯啦、水磬啦，还有。全部就会泡刀啦，哈，装不出来，还有啊，文公尺，啊，文公尺，个装不出来。其中有一个吼，最特殊的麦刀，个麦刀吼，差不多有3吨重。哦，叫用的带出来绕境啊！个枪，伊啊是个那个木匠师傅啊，用那个粉末，做好起来。哇！红树头做好起来，3吨的重。3吨，然后带出来绕境，快要2万块，就做好一只非常大，你可能搞不好从世界最大最长的一个麦刀。我抢金氏世界纪录了，嘿哦，我这都讲到来抢嘿。对。啊你，要紧了后呢，2点半呢，另外呢，我还有一个绕境。嘿。按照彩街的，彩街就有彩街，彩街对呀，这个对那样嘞，对原来东西啊，三民街，还那个四林巷口开始啊来飞，啊飞到三民街，飞到中山路，火车头前，啊你来原来客家文化园区，转到园区，啊那边彩街哦，又嘛热闹热闹，哦，按照请那个9天民俗记忆团啦，哇，好热血，民俗团吼，那是个从世界
当有名的。错。啊，佢呢来煮汤，来烘頭，後尾呢還要加叫介那個民俗同體呢，他是個講下來採集，又包括因菜體的那個同體的表演，又唱歌播，譬如話禮拜唱台中女中，還有動作表演嘅團體樂器隊搶下來採集，然後呢到因呢客家文化園區呢，我來做節目嘅表演。非常熱鬧，真勁動精彩吼！所以一聽唱因的鄉親吼，行因大家聽錯愛時間啊來看，冇唔錯。因的繞境啊，因的採集啦，非常熱鬧。除咗呢啲鬧熱以外啊，其實像係 DIY 也都體驗咩東上癮咯，像係你面頭前有看到要小心翼翼，壓到東西。可以來很複雜，魔術方塊吼。對，韓國佢冇黏的，唔過沙做的卡的呢。係哦，對不對？係仲有冇用電啊？用個卡榫啊。也沒有用膠水哦。冇用爽安尼吼。對。在地方去了，它就是我們俗稱的魯班鎖。這個叫魯班鎖。魯班鎖。嘿，魯班鎖，它一般來講運用到乜嘅素材？魯班鎖其實咯，因講服務部，他做因看人。做期待也無好，對，哎，那看較悶好咧，佢太悶啦，創啊，就按你對不對？哎，按你就創落就係咧，哦，創落去咧，我不會打唔開，第一度才打開，哦，那是先人的智慧哦，實在有強。哦，原來係按呢，故所亞洲的第先從來做 DIY。哦，是的。有 DIY 嘅鋪鋪，韓國沒有懂得特色的客家商品，對不對？客家的攤商。對，包括中央客委會輔導啊，客家產業，尤其呢，台中市菜體東西嘅，當到產業呢，做下冇拿出來，啊，嗰來呢，從來講台中三鄉呢，即那個水果會豐沛嘅一個水果鄉哈，對，四季都有。你媽呢，農業科嗰邊包括配合，當到農民啊農產品呢，做下冇拿出來，看人乜當冇做啊，滷的啦，醬生的啦，不搞總下冇拿出來。對，佢自己共同來分享。從呀，細細嘅燈頭，一隻燈頭係乜嘅？你個燈頭就咪用手做啊，但是呢，看唔到佢有燈，攞去組合起來。你好，現在看個就咪用榫啊。所以這是用卡榫，對不對？卡榫的工藝真嘅呢，冇看到任何嘅檔誒，全部完全都沒有。對。好厲害哦！這就是用榫接的工藝呢。也唔會放鐵。唔會。但阿喬妹食超過60公斤，啊咋用架石槽去放鐵。當菜當飯。哦。上尾幾個人這個。人挑戰現實文化祭啊，人都講啊，那個匠師文化。人當然啦，要先拜師嘛，再學藝啊。啊，你拜師呢要怎麼樣？你一定呢要有方圓規矩。哇！你都要先通過那個方圓規矩，啊，對對好。通過了，還有第二個，你認同這個匠師文化，你就拜到師傅嘞。對。叫做師傅嘞來教父授藝。古時候真係係考生現實文化啲，從頭到尾就有黏黏嘅，你懂事嘅文化，愛同大家來分享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再來。歡迎各位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又真到福起來咧！今日阿權妹愛同大家來分享嗬，2018年台中嘅考生現實文化祭，當天片咧發通，因為有當到內涵愛同大家來分享哦。對5月18號就開始一出相關的那些發通，到9月人呢，按潮按多按豐富按精彩嘅發通，今日有搶到主位，愛來同大家來分享哦。家下有講嘅當到相關的發通，其實還有表演哦，還包含呀晚會，還有藝文演出的活動，還有呀這個布袋戲、掌中戲的演出，對不對？他的重頭戲哈，其實我們剛才講了很多，聽講很多，有沒有？你總要都出現哎，包括這個修藝啦、繞境啦、傳承啦哈，其實呢，客家文化很多吧，利用那個挑戰現實的文化祭，就嘛表現出來啊。
所以因到那个礼拜六、礼拜，啊6月初2、初3呢，因到那个祖庙头前呢，因嘛就发通，到个客家文化延期头前嘛就发通，延期嘅发通就係日式对，艺文活动表演哈，艺文表演。那么拜六暗晡呢，6月初2 6點半開始呢，禮拜因發通因無唱歌聲來唱歌來表演，因來唱因7家菜體嘅客家嘅歌手。啊，咩係歌聲啊？歌聲咯，菜體嘅客家歌聲，董事嘅歌聲，董事嘅嚇，董事識講啦嗬。對，誒，呢個為主題，比如講因董事個有名嘅啊，你後生個有名咩？劉少奇啊，劉少奇老師，劉少奇，哦，你有印象佢嘅三腳太呢條歌啊嘛，哦，大家都會唱，大家都有聽過嚇。啊，唱佢就冇咁簡單，但是咧唱佢講，嚇將來切下故鄉哦，無天意計劃。哇！唉，實在全力支持。誒，啊，嗰度下講很久該就咪金曲獎啊，嗬，黃振興、阿比百樂團，嚇，因為唱佢咯。啊，另外咪對新竹投研，啊，因為就唱那個獲得那個客家金曲啊，對，黃宇娟啊，三平快樂團來，啊，這個就是做成我們規個一個晚會。啊，那晚會啊，中華人看你，唱人客家歌，從7家嘅歌，啊，中華他們都入圍某的獲得客家金曲獎，所以叫做金曲晚會。那真的是不得了，金曲晚會。唔但唱安尼，按晡頭還有抽獎哦。係啊，你都推薦的東西哦，客家都蠻是盼過安尼嘅。哦，開詩情。誒，嗰個抽獎，禮拜獎品嘅獎品吼非常多。其中最大獎是一台奧多拜，奧多拜，125cc 嘅，哇塞！啊咪就嗰個吸塵器啦吼，董有名嘅雞排哦，空氣清淨機係董有名嘅吼，係啊6月初2，拜六暗晡6點半開始，啊到9點，轉陽因所有嘅鄉親咧。到因個祖廟頭前咧，因來辦呢個晚會。董先人好忙都講祖廟吼，祖廟、考生顯示廟全部都講祖廟。就董事就要講祖廟。哦，講祖廟大家就啲嘢啦吼。就啦。唔但唱呢，還有要種種戲、布袋戲嘅演出。布袋戲呢，因來到因個龍江。嘿。好，西藏時代講咧，客家文化唔好總喺度散祥。哦。因散祥嘅保存。啊，因發揚呢，要嘛來到。推廣吹。哦，來到因個四期啦、屯期啦、海線。啊，禮拜呢，因來到因龍江，龍江有一間挑戰顯示廟，全世界最大間嘅廟。有啦太極咯，全世界最大間。哇！誒，啊，因今部6月16啊，今部7點到9點。哦，因到咧廟啊，無牆咧。因來做那個布袋戲。啊，布袋戲簽名來做咧，請那個武周元劇團來表演。哇！個團長啊，得過新傳獎誒，那黃文蘭先生，那種很傑大師。對。第一名呢，佢這些黃海岱國寶級嘅大師嘅長孫。啊，佢來做布袋戲，哎呦，布袋戲又冇乜解嘛吼，誒，你嘛看到太啊。啊，你同個布袋戲行，誒，那先師啊，無法子有關係。當然啦吼。第一，布袋戲，人講紅啊樹殼嘅吼，啊，你行嘅木材木藝的有關係，啊，木業有關係，對。對。第二個，禮拜呢，黃大師呢，佢貼片呢，頭先呢，無法子嘅是佢表演呢，他就自己去編撰了有關魯班公的故事。哇，故說6月16號就做得來看到魯班公的傳奇故事，是用布袋戲的方式來演出。韓國其實講到董事行，聽說愛講到的就係董事嘅理由啊，因為浪漫台三線，董事就係啲台三線當歌，對不對？對。啲董事理由做得戲那一條誒，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兩班都推那個浪漫台三線哈，這個也是小英總統的客家政策哈。是。還買西裝呢，非常充實誒。所以台中呢，它就是係客家文化龍頭誒南片的一口。我們就講，台中市浪漫台三線南端的入口叫南口。那麼太極家來東西料呢，來料1日、料2日，總係做得。1日遊、2日遊，1日譬如講啊，你班喬治先生文化節，都來到客家文化園區。嗰時的料呢，嗰時去隔壁嘅林業文化園區，你們荷花呢，荷花池啊，盛開荷花，非常漂亮。那麼再看到東多那個木雕的藝術品，
哦，啊嘛是咧到新社，伊靠那个原来那个全国各态一个香菇的那个产值哈，都新社香菇，可以有香菇街、美食街，都好料好些，过来呢，是的呢。了到石冈，石冈有那个土牛啊，刚刚文化馆、石冈水坝，还有醒目，咧印尼来了，那个了你嘛是的啦，一条线是印尼的古关，来洗温泉，古关泡温泉很舒服啊，真嘅，天气你才个飞出来。古说的浪漫台三线，东多蔬菜做得稀高稀了。台中的浪漫台三线呢，和那个桃园、新竹、苗栗呢，冇乜同款。呢，以那个水果观光为主，菜体嘅产业来发展。冇唔错，也菜体产业真正系当重要，尤其亚白嘅考生显示嘅文化之，所以也文化按用版来传承，其实也咪系当重要嘅重点哦。听讲嘛吼。判那个挑衅先师文化祭呢，其实它就是要发扬原来鲁班公的精神。鲁班公的精神，当聪明，当散漫，当有信用，还有呢，还有创新，好，这是鲁班公的精神。对，发扬鲁班公精神呢，我们也要提升啊，技职教育。所以西藏对那个方面呢，非常的重视。其技职教育呢，对国中生都开始，国中就开始像礼拜教育课，东西国公判那个创客嘉年华，它的主体就是创客。创客是什么东西？叫创客呢？就是你呢要亲手去做，做的中间去学，所以呢你要自己做，然后呢做中学，做个动作，手艺好嘅就去教。手艺好个去教了后呢，毕业上高中、高职，那么有那个手艺啊，以后毕业呢，其实投入都偏偏，天你有手艺呢，你都50岁我不新业，另外呢，嘛是对了长官学一起合作，对，上太好，嘛是继续深造，所以那条路啊，对未来4年呢。他的选择，他的未来前途呢，在社工非常重要。冇错。但是判那个挑衅现实文化祭哦，都重要。我劳工课啊，去年判8个项目的比赛有那个新人比赛有那个达人新秀选拔、达人选拔比赛。今年呢，佮加3项，等个70项啊，300万个人来比赛。鼓手也贵全国各体中时代来报名考生显示嘅文化祭，唔但唱有传统嘅文化内容，还有台中嘅产业，韩国有也老嘅数年爱传承到新的一代。也按到嘅内容就伫2018台中考生显示文化祭度红。鼓手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得扫描去查询相关的资讯哦。今日谢谢主委来到下日节目当中。好，罗拉他一家有时间呢，一天利用日产呢，来台中。来到三峡来参加挑衅先师文化祭，罗拉又喊来了。好，没什么主委什么，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速快休息一下，空下来听同一下哦。